这个事故后，国家呢瞬间减8位军事官，调也拢真唔甘，包括前总统马英九、行政院长苏贞昌、内政部长徐国勇等人透早拢到三总的灵堂念香。马英九表示讲，11名伫任内呢任命伊做空军的司令，对伊的坚定谦虚、专业真敬佩。是讲想袂到做总长这短时间就离开世间，是国军真大的损失。前总统马英九透早就到三总怀德厅。对他的坚定、谦冲跟专业呢，是非常的敬佩。没有想到担任参谋总长这么短的时间就走了，真的是我们国军很大的损失。任内提拔11名做空军司令，讲到11名马英九面色真沉重，呼吁重视飞行安全。40多年前，我们也于浩章这个总司令也摔飞机。飞行安全，尤其是这么重要人物的这个座机啊，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。边啊头毛招白，这个是国防部前部长郭华条，伊的感受更较深。1974年昌平演习，包括6位将军在内13位军事官殉职，当时生还的郭华条是2个生还者之一，当时是做总司令的徐将官身受重伤。院长今天特别来慰问伤者吗？行政院长苏贞昌冒到三总，先去看病房内面的军事官，佮转到灵堂，也过无想要接受采访。内政部长徐国勇来悼念，讲到11名嘛，感慨万千。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飞将军。乌鹰直升机出状况，应该注意的唔那国军尔，包括空军总队现有的8台乌鹰直升机，嘛暂停训练进行检查，要确保飞行的安全。